相亲方式千千万，你听说过拉婚吗？在贵州毕节有一支苗族，他们每年正月初一都会结伴一起去跳场对苗歌。要是有相中意的，单身的男青年就会拉相中的姑娘回家，见过家长，婚基本就定了。听着是不是很简单？感觉单身狗又有救了，赶紧认准这个支系——贵州川苗。生活在贵州的苗族为什么叫川苗呢？这跟苗族的迁徙历史密不可分。蚩尤9黎之后有3苗，禹迁3苗后，一支西部苗族辗转迁徙来到四川，和当地人混居融合。他们把那一带统称为刷堆，因而一部分从这里走出去的苗族也以蒙刷自称。蒙即苗族的自称，刷即刷堆。也有人把它通俗的解释为汉苗，这个汉其实指的就是四川那一带和那一带的原住民。贵州川苗主要分布在毕节金沙和遵义仁怀一带。传说仁怀的后山苗族乡有一棵摇钱树，是不少云贵和海外苗族寻根问祖的迁徙地标。苗绣是迁徙历史的见证，相比云贵和海外，这支苗族的迁徙路线就没有那么远，所以刺绣款式就返璞归真，简约许多。他们的传统服装会用白布做头帕和裹脚，两者对称。50岁以上的老人则喜欢穿青色或黑色，头帕腰带都可以藏东西藏钱，绑得越多藏的也越多，整体造型非常的巍峨大气。很多人看不懂这略显夸张的绑腿，要知道在荆棘和蛇虫遍布的山区，它可是苗族妇女们的守护神。虽然每次盘起来都很麻烦，但确实保密管用，还能隐隐的幸运回复。如果你真的要去拉婚，可要把歌练好，把眼力练尖。现在的苗族姑娘可不会随便跟你跑的哦。